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可爱深红映浅红粤剧吕瑞英旦角艺术的专场演出。那我想说起吕瑞英，人们自然会想起粤剧《红楼梦》当中薛宝钗的形象。所有的粤剧观众都知道，吕瑞英老师是粤剧舞台上的活红娘、活金枝，是戏曲界难能可贵的一位性格演员。那吕派艺术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一反过去粤剧那种凄风苦雨的伤感，注入了华丽明亮、青春昂扬的声腔特色，从而形成了它独特的甜美、刚劲和清新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他的唱腔和表演的那种青春的活力，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难怪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对吕瑞英老师的艺术也是赞不绝口。他说呀，他让青春焕发出了珍珠般的光芒。那在我们今天的演出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来简约的回顾一下吕派艺术的发展轨迹。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请出我们今晚的主角，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吕瑞英老师今年已经有77岁高龄了，但是今天依然是那么的大方美丽，依然有如当年的28少女的吕瑞英。我们再次掌声响起。好，请各位坐下。那么刚才当吕云老师步入我们的音乐厅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是吕派交响。那么这部作品呢，是曾经创作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著名的作曲家何占豪先生专门为今晚的演出创作的。今天晚上我们要通过吕老师的6个折子戏来回顾一下吕派艺术所走过的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来理解吕派艺术的精髓。那么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九金姑娘》，由吴素英等为大家表演。我们先看一段录像。其实作孽，人家呢有的判人接天，我
有的呀，有人接替，就是上至三个儿子，爱头爱脑发人大气，讨进两房媳妇。这一日到夜叽叽喳喳，相骂不停，这肚子一两不灵，还想做当姑人。哎，现在呀，护士门里向有个张苦东的阿妹叫张九斤，肚子也好，品貌也高。我怕人去提亲，伊不答应我。今朝我亲自上门看看。要是能帮我做第三房媳妇，那么我三不天地可以把拉在。我只一定我家的亲一心去往。胖到长不动，不协同一单，生意经多在，里面张师傅来动啊！张师傅。你没有跟生，我没有责任，这个都有名，侬那个么名字噶？那别一被套起了呢。我的名字啊，要用算盘算我。啊，咁侬讲来我算算看。跟侬听懂。我一头半，两头半，三头五身四头半，连名连姓在算盘，叫侬姑娘自家算。你别忘记吧？那侬哪个晓得噶？毛算算的呀！哎呦，一定是九斤姑娘同志。里面的姑娘，侬叫啥个名字啊？我的名字也要算个。哎，跟侬讲嘞，我算算看，跟侬听啦。一斤半，两斤半，24两3斤半。我是连名连姓才称官，12点望侬是原来是九斤姑娘。12点望侬来做啥？我叫那爷到我屋里去苦动去哦。啊，跟侬来不着来，俺得出门做泡香生意去嘞。那爷回来，弄到那爷讲，叫伊到我屋里去苦动去哦。跟侬屋里来了哪里呢？跟侬听懂。出了一座富士门，山外龙门不一人，前面有点闹阴阴，后面有只狼青青。再过一座来过门，门前两个怪美人，一是俩的拉往你登上，7、8把吊坠到头顶。无数出在当头新生，天好像把子滚热，里不要饭来吃，呀里不要面上困，就是我这家个怪美人好，我晓得嘞。那，侬晓得的？跟侬讲来我听听看。上岸龙门嘛，算是一顶上岸十条呀。前面老一人是读书的书房，郎青青嘛是食堂，来过门就是一座圆圆的玉洞门，门口两个关门人，算是那门口有两只棕榈树，是不是啊？这个，侬到我屋里来过啊？来是没来过啊，毛菜菜的呀。这个姑娘的肚子倒是有些好的啦。让我考一考。姑娘，那爷回来，叫那爷到我屋里去看老文东啊。
你的话，我是不是要看90栋？来，侬哪个晓得我要看90栋呀？弯来弯去个栋是没个，这90是不是弯的啦？这不才叫老弯栋呀？那么侬晓得我要看9张啥个洞呢？这么讲来我听听看。搿侬听懂？我天亮要看天亮洞，清早起来个洗面桶，还有安州富士洞12点往个老顽洞，日落西山黄昏洞，长工短工都要用，偏搬回来个洗家桶。我要山街要惊动，姑娘的王盖呀雨洞，是啥啊？是我洞呀。我要哭玉给不地洞，我要哭玉地不给呀洞啊！玉给无的是我给，玉地无给是头不痛。我还要哭这石龙筒，2只耳朵敲送啊送。过年过节都要用，这只名字叫正统。我要哭一对爱夫啊催动，这对就是跳丝筒。我还要哭这鸡瓜洞，一根米不通天空，一根黄当上当中，这上头一记松啊，后头不笼统。这铃铃起来慢咚咚，问侬姑娘叫啥个啦咚？这怎么就是吊是个吊筒？还有一根米不动在，一根米不就是一根绳子呀？这吊筒没绳子吗？哪个吊呢？这个姑娘倒是真的有些聪明啊！嘎个媳妇啊，我是要定在。哎呀，不晓得一品毛好不好？最好让我进去看一看。哎，姑娘，刚刚我先走在啊。是你的话，跟侬到我屋里来坐下去呀。好。点心嘛，吃完去。点心不去了，点心不去，坐啊，吃饭去。哦，坐好。那点心不去，坐啊，不去，我不客气，不生弄了啊。姑娘个门开倒是进来了哈，个门发开我，叫我坐去，个点心吃子去。哎，对个，我就是要嫁个当姑人，个张师傅不同意嘛。对个，我去寻30步，个只鸡瓜雕，老鹰比过都要8根毛嘞。我不以这个动的人子。这桩亲事啊，一定会办成功。只要动一银子多么十家媳妇要动出来停要走。发走发到一走就到这了。张天宝啊，张天宝啊，弄这老狗，弄得我跑出来。你妈叽叽喳喳，站在我身张天宝，弄这个真身无照，金丝阿毛，我这金丝毛，一年未闻三声毛，我清早起来把毛毛捏，李王毛毛，一夜到晚为我人毛，一年里为的干净就是夜到为的土元宝，惠州双峰吃过宝，冬天晚
外国三千啊掉，弄起我的口气三千掉，我都弄到府内衙门去了呀！我这军师嘛，不照顾到那个也到，再实在了。哎，外头难看嘛，哎，到屋里去讲，到屋里去讲。哎呀，张师傅啊，侬真是手里不生眼睛了哈！这奇怪掉这种个人，跟侬弄得过一个？是啊，哎，我呢是诚心诚意的，不能派个请假。要是侬个阿囡帮我做第三房媳妇，那么个3000多铜钿问我来夺啊！阿囡的事体要问阿囡自家咯。那，侬这只老糊涂到真是台是活动七窍不通啊！像12点王这种样的人家们，那是金丝灯笼啊，做不到呀！侬我说对啊，根没办法来吃官司去。三师傅，侬让阿爹到哪里去呀？吃官司去！我阿爹问啥法？没阿爹自家。阿爹做啥？阿娘，我这毛毛战士必晓得嘞，要我赔3000条铜钿，我赔不出，让我去官司去。我奇怪掉到这有点厉害的，那么12点我来做啥呢？以我个3000条铜钿有意来赔，就是要侬逼他做第三王媳妇。奇怪的上门做当12点王来做何事郎？提出条件有一条，就是要讨我娶进郎，其中必定有蹊跷。各场项目真好看。阿娘，侬弄不过伊拉个。阿爹，伊是谋不过谁为了，打不过谁为跑，侬才可以办法好，侬看我来教训个杂奇怪哎，九斤姑娘，我同三叔父讲好在了啊！三叔啊，这3000条铜钿问我来夺。好个妈，12点啊，搿总要想想侬个好意嘞，怎么说起干我？哎，不说起干我？哎，好个。三师傅啊，俺们大家心灵的说，日日要见面的，这个大吵大闹嘛，像啥个样子呢？人家来了讲，真理嘛只有一条，妄理嘛有17、18条，俺们有理讲理呀。三师傅啊，侬说来讲。哎呀，这到底是九斤姑娘啦，这讲起来我真个有道有理个。哎，说你要是讨伊去做媳妇啦，前世算来个好福气啊！三师傅啊，是不是俺爹都弄这毛毛都来展示了？是呀，我是几年来个心血啦，养这个这宝宝，把他爹那个也到展示在啦。三师傅啊，毛毛嘛总要带侬个，跟侬讲那个东西，还要弄清爽。我在乎那啥东西啊？妈，一年哪个女婿来做客，弄啥东西不宜缺，俺屋里可起一只黄毛啊，有不有的？有个，哦哟，一斤多眼送呀，侬看好来看不完啦。搿玩意只对个了玩不弄好来。搿玩意光称呢？哎呦，一根断钢针呀，一针啊不针的啦，哎，心花都看不出来在。哎，那当中了，50斤嘛一条，哎，100斤还一条，管他嘞。搿玩意把我抢呢？哎呦，一把破枪呀，不好用在啦！妈，人家一个碗汤哦，哎个嘟噜噜走过来，一个碗汤
都来吃掉嘞。万一光饼呢？给我烧糊烧掉嘞。烧糊烧掉了。烧掉嘞。哎呀，算是我呀，别样东西都是不要紧的，这光饼我是一定要玩的。这个话怎么行了好嘞？那么问我3个字呢？3字。不是3字。这但是。不是但是。找亲子。不是找亲子。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难道未必说不掉？谁道真谁道，一不出是说不掉。上贼下贼，说不掉，侬哈里来个？哈里来个？我个只会去跑，跳跳担子向后跑，从石村走到月上烧，东月亮我吉祥好，送来一根烧不掉，东上西上是上不了，上到火枪槟榔。刚好一步枪随成棒，我枪头来一支宽，一握青丝丢完，我枪头来么一支松，一握萝卜为边肉，我枪头来一支豆，一碗青丝边碗酒，我枪头来一支枪，枪出本的年是羊，呼哈将，垃圾喇叭响，早起早路上，望着你吹不断上，一路路是吹亮亮，萝卜你那还吹光好，干一碗没千张，我枪头来炒一炒，一上也是千分了，千分了。哎呀，高，我说我生苦路自家讨，就算农经说不掉，接不来我这金丝帽。我把枪四上烧，回走草翁去古巴，冬天万古6,000条，冬天我分马条，陪侬一扎金丝帽，冬天自起3000条。侬陪我个说话，你抽掉6000条冬天分好上，3000条冬天拖来早，万事千绪到怕了，侬3000条冬天不来早，我带侬到中家市场去跑一跑，谁令我说叫来一路到青山多庄，他公丈夫高，我要侬那众人面前来开刀，我再告诉侬个女头脑，推着毛硬着个金丝帽，滚上门来做港口，是个大家杏花帽，滚嘴弄着西瓜雕，弄着好你的眼个8万套，夜里自杀在破庙，东门西不是吃跳把侬到头路，弄个4岁的命啊了。哎呀，不得了！我今朝胖着多好了，一个看在比我好，这场项目分花头。哼，算什么？侬这不是金丝帽，是兔子帽了。有了这是款女小哥乱帽，弄得我到县里人说去叫爷呀。金丝帽。
大家都来呼啊呼侬这不是金丝猫，我更是真正的苏婆你吹掉。男亲不要脸，还我一只黄毛啊，天生不要脸，对对，还我一只坤坤对，上级不要脸等等，侬还我一光棍当成，头皮不要脸早早，侬还我苏婆你吹啊了。这当时侬叫我靠么侬想到来嘛还蛮叫。三叔啊，侬不要动过我，不然我旁头的侬。侬为究竟讨不到，侬叫我上门相摸讨，侬想拉不掉，还不与我去讨啊跑。姑娘想来为您好，侬是不是鸟一个一招？叫上帝王杀你老，侬真为困风使舵做好啦。侬是有天有地称富豪，有大有理才好高。如果到婚姻要良好，这也好，为啥鬼鬼祟祟撒胡桥？这刚是侬叫一靠，想我是侬上门讨，今朝哪靠我不告，我的那大总家子上去开桥。娘啊！哎呦，姑娘哎！哎呦，姑娘哎！给上一个圈套竹杠啊高，姑娘啊，侬好比马扎无惧放上，侬是不是让我再一招？姑娘今朝把侬烧，荷塘鸟不要竹杠靠。只叫驯服专小，我只在不管竹杠啊靠。还侬真白遇不到，荷塘再靠在脚不拉黑娘个啥女了？我的女头那么从此跟侬断送掉，我出门头侬想到晒出来人子我万事要。我还想问侬讨为这两头了啊？侬还是来人子不来找，总家是当弄起呀！不能，快点！
凄凉辽宫乐》是袁雪芬老师的代表作，这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所看过的第一出越剧。但是吕仁英老师演来却是根据自己的特色重新打造，并不是囫囵吞枣、照搬照抄。因此，我们来听吕派的凄凉辽宫乐，既可以品味出原有袁派的那种醇厚的韵味，又能够感受到吕派艺术的那种气质的完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其中冷宫一折，是由陈奎林和张瑞红为大家表演。为什么圆月它算从空降，算命的事是算灯，为什么一曲结把神冤枉？后宫宝藏娇小姐，为什么作证上公堂？算灯一曲付中央，看来今日他鸿飞。
天初寒暖自远凶，沙尘灭可心不了。我苦见君王早起旁，他盼将亲心。公头撒盐诚恳，分明是不知意，自先锋啊！唐孙是曹王见几分怕，这怕顷刻之间，战乱兵发，民怨沸腾，家国为我因唐豪气逍遥。冷宫。
西征集成员，老不长清茶干燥几把，一把东红上君王，他声东击西张龙马，陈天山师傅冤他，七师傅好，血书大天，为臣君臣将那祖籍。愿君王见地光啊，一命生两子我出见，保家班。
恰落得弥天堂呀当头，难道我离乱苦愁动就往路恰为我连来娘娘
待王赐下娇孝敬，请娘娘跪天。曾经给吕云老师排演过《桃李梅》的导演李家耀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吕瑞英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旧艺人的那种唯我独尊的习气，因为在排演《桃李梅》的时候，吕云老师竟是把那些观众熟悉的唱腔让给了男演员唱，以便他们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他自己呢，专门去挑那些比较难唱的，或许是在观众当中不这么讨巧的一些创新的调式。我想正是他的那种勇于挑战自我的个性，才使得他赢得了千人千面的美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桃李梅》当中的高中除霸的一折，由周瑜俊等为大家表演。
了事神。小爷，我叮咛之事，万百土当分，一切万百土当，事实上凡事俱备，只欠东风。有请二位大臣，是，有请二位大臣。见恩怨大臣，二位年兄免礼。二位年兄，大臣，我等痛苦告终，少年得志，理应廉洁奉公，执法十善，不为强权，为民作主。大臣，是的其事，是的其事。二位年兄不必拘礼，请手下许话。多谢大臣。这位大人真是面熟的很呐！今日是8月中秋，有缘之日，本身二位年兄的婚期都停在今日。咦，大人你怎么会知道？是人知道。哦，哎呀，大臣啊，我们今日到此，乃是为听我同意和欢喜。哎，新娘都不见了，还和什么好欢喜？什么？新娘不见了？是啊，你们三姐妹都不知去向，连那园林夫妇也终因先夫。岂有这等奇事？原是何夫听说是被狼狠人强硬关押，实不相救，必然凶多吉少。是啊，他神啊！当今世上两条龙，一条黄嘞，一条银，银的是自信皇帝坐龙椅，换的是公平唐汉银。臣民之情远有理，我郎常思墙壁花。是今你高中榜眼，有心诚父业，望他这臣呐。他也是做天齐朝廷，官别江山始终情，心地才郎更凶狠，真为怕我小小不义也闻名。今日祝福求他人呐，此老郎养正气，不为己呀目等这月就喜欢他人，属目等一对之礼。这个他人哪个？哎呀，大人啊，不要这个哪个了，原是何夫的性命危在旦夕，现在请问大人相救啊！千钧一发，刻不容缓，你是太轻人问，理当为民是害。大臣，二位年兄。凌晨你破云天，心也真。
正是此一句英雄莫忐忑，修身你保管你们心相思是啊，他来吃你就与他追寻，那我这一脚戏又该是何唱呢？你嘛，这里有玉梅小姐亲笔书信，你可会辨为明吧？玉梅书信慢，此信要你离开新官府，过条无理方能查看，这就是为何呢？天机不可泄露。哦，是指下官告示。这位新官大人真是奇怪，奇怪得很小姐，我与你也快追哦！哎呀，大人啊！哎呀，大人啊，你怎么也要追了啊？我追了，才好让你这个孙秀才领兵上阵，唱你的开路喜呀！哎呀，他屋里买的什么呀？是这老狼不来，我又与谁唱戏？郎中禀姑父。哎呀，老狼真的来了，有请，有请。快请新官大人出堂，本总兵先来拜会。来在后生，总兵郎恒义，历次后生。辛苦团花新政府也严分明，你尽管赴去怕呀，你天阴传宗道归强强去，花花轿车圆月里杀不软将领。府的王人家下，你竟敢打天子门生，就是你杀恼了老夫，我连新官都滚当。新官大人到。让他生，你也来得巧
了。新官大人，我要告郎中兵郎恨义。新官大人，我要告新人夫人叶文明。请新官大人边过耳朵。请新官大人也拜叶文明。哎呀呀呀呀！新官府竟成了公堂衙门。好，那谁是原告，谁是被？是人，你们都是原告。原告。郎中兵，你位高权重，威震四方，请郎中兵先讲。大人，那叶文明将强老夫之妻，原有理，谁不可杀？你颠倒是非，一派胡言。你胆大包天，为所欲为，我不枉法，你自杀本官愿亲承郎大人，郎愿结亲，可有美珍？愿大人亲口来许婚，万语更替为美珍。本官愿再问言文明，为免婚配为凭。原理，郎恨义，宝剑之下强逼婚，叶文明无法无天将强亲，谁是谁非，谁是真？袁世海上堂，是袁世海上堂。袁世海，不，岳父大人，这跟帖上是不是你亲手用印啊？尹长啊，我与岳林是被你亲自许婚。不是，判你为冤，因你今许了婚，你可辞采？下官之才，可是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新官大人，不必多问，这跟帖上写得明明白白。宁文元，你女岳林是何年何月何时所生？启禀大臣，此女岳林乃6月初3卯时所生，现年19岁。啊，郎大人，这跟帖上写的是年方28岁2月初2辰时所生，这跟帖不符，是何道理呀？怕是也是疏忽吧？哦，也是疏忽。凤冠也被劫去，本府乱家宁亲。哎呀，这难道也是疏忽不成？三笔细细不足为证。郎中兵，你可知算将御用之物写在跟帖之上，才犯欺君？哼，无凭无据，有什么欺君不欺君的？哦，我有凭证，众军上堂。郎恨义姓王元，父年轻，孤传被孕妇，官也被与官府乱将，这正取财。厕所。
的眼跟墙壁永远地哭死你。哼，这区区小事何必多问？你知府乱发，常是强亲的也是你。哼，老夫就是喜欢这个丫头，你又能判我何罪？你死背奉义，私抄乱假，藐视公理，我判你个千举皇上之罪。奉义乱假众人四目所当，可事情尚未使用，我将他写于王家。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情侣其中，我看死掉。把头听彩音，先抬跳。本愿告终苍生来，一路上命运低腾。乡里黑百姓，看得心情名自高，都告你把两年做民妻，我因一方死强盗我，令子女高墙挑红，一乱家婚私造，世事能平图来翻。修一头尾。真是三千嘞！你看看你都是不高清，堂堂不为不为，羞大内内才不堂堂。你发狼难逃，罢了下去。慢！哼，你那个文职官员，这怕是绑我不得。哼，你抬头滚滚！御史上方宝剑，现在去走。你们嘻哈一掌。岳父大人，这位我愿他曾年纪尚轻，端起我来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严大人，哦，大人，你看此案本院短达可供，实比大人命断，我夫妻精神恐难断绝。你哪个团结呀？子女冤了你，低下头来。粉饰三斗鲜花，桃李梅，本官员倒要经常夜间。哎呀，启禀大臣，三月牛妹至今下落不明，鸟里鸟道正在后庭后见，有请鸟鸟道鸟鸟里上堂。元月里看见他人，你是海小姐元月里，真是你是大小姐元月桃，你们海人与我抬起头来。哎呀，逃离呀逃离，可真是死路了！你们谁人为法？好好谁的谁的？
的呀。哦，面熟的很，面熟的很啊！哎呀，我个宝贝呀，你哪里来的这一身荣耀哦？是啊，弟弟母亲啊！我妹我江山百般离家乡，道场不争不进头堂，风长远，风行安安，白天操心自在郎，今日里四大朋友红元帅，红元帅，粉鼻娘，团儿口香，暖儿香。老爷，又怎么了？想用美女扮乱造，犯了欺君之罪。哎呀，这样一来，我冤家岂不要遭灭门之祸了？哎呀哎呀！对，快早又没去，快早又没相盼不去。三之下接子。三之下万岁！宁闻园林生于袁有美，教长赴考，欺君晚上，本当严惩。今于周御史保罪，故念此女曾于为国事前，为民是害，其子可家，不予人才。先受刑案之责，教育洪耀卿接任，清明两代新生，接着亡魂，请此谢恩。万岁万岁万岁！不，元姬，你这哑剧戏可唱得好啊！我嘛，一切都是困怕素心，造句而已。还不快去拜见岳母岳母？岳母在上，小婿他里传拜啊，也许夸夸亲亲。老爷呀，既然圣旨已下，今日你是8月中秋，我不娘两代新人送上交拜铁礼，前凭夫臣做主，是此2位英婿请来当更衣，多谢岳母岳母。
1983年，上海越剧院排演男女合演的剧目《花中君子》，要演好陈三娘这个人物，对于已是年过半百的吕云老师来说，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他精益求精，调动了所有的生活积累，细腻、真实、传神地刻画了陈三娘这样一个人物。据说有一次排练的时候啊，他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可见他对这部戏是倾注了全部的心力。而且《花中君子》也可以说是男女合演的一出经典之作。还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的是，当时吕云老师可以说是慧眼识才，选择了初出茅庐的赵志刚来扮演他的弟弟，一老一少演起来是相得益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黄一群和赵志刚为大家演出其中的片段。团长的陈三娘，想那老客虽年轻气盛，可他乃是自报上层，家在万贯。你到他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到底去是不去？哼，许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就是刚到家境，我也就不前去。哼，好一张利口！当然言语文却写得明明白白，岂为却断了你？请问这房契上面可有小女子亲的话呀？妇女可有官兵印信？对本罪该上官印。妈，这房契是府廷最所写，要给官印也应据府廷最所给。你是彻底沧州，只怕给不得官印。这个陈三娘，你再三不肯离开府定罪，莫非在那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匹夫牵挂，府定罪与我的兄弟。哦，明白了。待本罪将你的兄弟传来，我你一同跟随那府上前去，这里也可早日相见的官司哦。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兄弟做官，哈哈哈哈哈！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我兄弟不但做官，还是个他官，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个无凭自罪吧？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衙门比你还宽，机关比你还高。哼！难道是朝廷清查不成？正是大夫心哦。陈三娘，你那兄弟哪
证据，哪人是姓名人？夸夸将来，才用一言查出，难免使用大言。大老爷，请听。讲。我兄弟家子年间总可居，一曾年间大头名，御兵亲点行八府，山东茶坊4万年。啥问他是哪一个？真亏曾是兄弟。这是他天荒里下人语，哪知他兄弟是恩怨甚大深。我知道凭空得来人儿吧，谁知他怕天理。来呀，万不快于滚骨困住。不对呀，我想陈奎大人身贵姓温，岂能让他节落水为之？分明是将他当起了归那姓温来相我。沈三娘，你与沈大人可是一母同胞？非也，莫非是说不记的？也不是。才有！大胆沈三娘，你与沈大人也不是同胞，虽说而不是说不记的，分明是心亏无言，欺骗官府，这还了得？我还与下人比比。讲。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分落人。自老天地的城，鞍马与孔子相斗，万难相持真子音。为是成亏若成器，我资助他发奋可是分。我言那事情说是少得能，烟花女我亲自做先生，喜乐夜头受吉林，数年3月苦比心，我以为是非京城窃喜他，三兵家常总头名。听他言道，他不但是陈大人的恩基，而且还是陈大人的恩师。不对呀，我想这个女子有些牙文也是有的，可也叫不出上院来呀。此话非必可信。沈三娘，你自称是沈大人的先生，不知你教他些什么？教进士资质不佳，教书法梅花顺体。梅花顺体，想着梅花顺体，我姐姐能写，难道她也能写的？我姐姐能上书书写。沈三娘，本虽要看你梅花顺体写的时候，可否当写来？请老爷私下闭言。来，
去分王世宝与他。请老爷再试一只狼好。再要一只何用？小女子是有脸些，双手能写梅花算题。能上去戏事吗？再接他一次。小娘且唱歌，自备唱郎好，落彩张官身，谁是杀人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姐姐上学能写，人家也能写的。十八烟花女子，出人为是姐姐，岂不落个笑话？像我家传有历日之本，追忆古今，外人不知，不妨问他也尽在身。来，将本岁的追忆古今取来。陈三娘，本岁问你追忆古今，你可通晓么？刚才要我所写梅花算题，事情据闻追忆古今，莫非他？不，我离寺门走，就不会插此赃官。你真不为道。老爷这官分嘞，已经落着四卦题28卦后名怎样讲的？题28卦名为他故，利于欲望恨。是啊，空养身体，老夫的少妻无不利。万事而言，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呀。老爷枉夺情人，竟算屯居不明。瓜名他故是杀大大的过错，瓜分老夫的少妻夫不利，夫事实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是杀如此事，乃是大大的不吉利。总而言之，第28卦老夫的少妻原是大大的过错，乃是大大的不吉利。陈三娘，你这种直接从何而来？小女子这种直接，子母一家与众不同。你说的是哪一家的一经之本？家喻祖传历史之本。我有几句，共有3卷。今日故此，交于兄弟，有无标记？上句算是古人书写，历史书写，你的什么？对的。准备10岁，将风传后代，一言作保。
李凤鸣，你团长多少？团长多少？200两。见风鸣起，等我府内去问。只觉得苍苍团啊，又可浮生。托饮舌痛，我心不痛，思尽我心事报痛杀身。满身泥，从此后10年手中无音信啊，可怜我陪骗我才风尘，一家家风诉情啊陪，是不中人心送去埋小尘。前世埋恨，现在
开四角相苍你，不知你寒苍夜头口用心。袁雪芬老师曾经这样说过，在吕瑞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演员是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表演素质的结合体。或许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观众并不知道，
吕瑞英老师的童年是不幸的，在他8岁那年，因为生活所迫，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母亲，几经周折，落户到了一个吕姓的人家。9岁又被养母送到了戏班学习，从此他就失去了一个孩子应该有的天真的年龄，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之前，他只有进过幼儿园半年。在幼儿园学习的这个半年的时间，是吕瑞英老师迄今为止最高的学历。然而，吕老师在实践中是边学边演，边演边学，刻苦好学。比如说，从文化来讲，他从《三字经》到《古文观止》是一一学来。从音乐上来说，他特别学习了钢琴，同时又向很多的北方的剧种，比如说梆子戏啊、评剧啊、吕剧啊汲取养料，从而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吕派艺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特别能够代表吕派艺术特征的经典的一部代表作，那就是《西厢记》当中的传书和考红，由张友梅和毛微涛为大家表演。请坐。哎呦，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哎，不要傻了，不记事了，不记事了，小姐恼了。小生的剑条是一道为亲的符咒，定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我不肯用心。哎呀，张先生，天在对上你，你那部剑帖写得好啊！只愿你先生明镜，真是我红娘为满，少不愧小姐书相念，今朝先先就犯了案。宋今日相为少，见面难，劝先生早行过，居然成山。哎呀，张先生，再也不该收受你的庇护了。怕小姐回我要回去了。红娘子，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啊！你这一走我这病啊！哎呀，张先生，我也不是开意，我管不了你们的事情。红娘子，你不能这样！哎呀，张先生，我为了你那部剑帖，小弟就差那公子耽误了，你晚来随我。话都准死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啊！哎呀，张先生，经不起他电话儿多深难，好叫我所以做人。为他帮助些什么？小姐为情在此，那你自己拿去看吧。
香喷射来，唐是大步元气的外文旦，一骑青来红油色，满子成熟马尾怪，四声先放可是皮，也身上也能飞旋。弘扬算喜讯，我应该扯土三拜拜相爱。小弟老我都是假的，他让我今夜在花园相会。我才不信，说结为真。张先生，这上面写什么呀？来，待心想想，迎风无波开，隔江花影多，你是若神来。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起我听吧。喏，待心想想，小弟让我约上杭州去。要是今夜你了你，此乃私意哟。迎风无波开，那西厢的角门儿开着等我呢。开门。隔厢花影同，小弟让我跳香过去。跳香？你是若人来嘛，就是相声我来也。张先生，唱歌是这样接？不是这样接，那你说怎样接？哎呀，张先生，唱歌是这样接吗？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难道还会猜错吗？好一个小姐，连我红娘都瞒过了。好，几人间算数的瞒过眼，好小姐仙儿将飘转，欢喜是叫人喜泪红妆。红娘子，小生乃读书之人，怎能挑香啊？与你不挑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小姐，我看你今夜是否瞒得过我红娘啊？哈！红娘子，不管了。不管了呀，老夫人啊，老夫人，你管了相夫之忙，小姐嘛替我开上酒门呢。待夜细想想，迎风无波。红着，你快些落下，娘月儿嘛，早些生气吧。
得来。孤儿满嘴，做什么？老夫说哄我做什么？母亲知道你每夜被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事情要问你啊！哎呀，莫非老夫人也是不西厢之事？倘若靠拢起我来，又叫我怎样为得红娘，红娘啊红娘，你且不要惊慌，进去见过再说。红娘拜见老夫人。小先生万不用亏欠。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快去家吧来。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呀？下去。红娘，你知财吗？红娘不知财。还是不知财？才叫你夜半三更被小姐到花园里去嘞！哎呀，红娘不曾去呀，不曾去。红娘只有不光起心，谁进来？换了进来。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出水，才叫你迎着她无影乱走。他欲来凡事谦虚，免得我同家法，你小命难保。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先生！哎呀，哎呀！祖宗不要说了规矩，红娘是你与我讲。红娘那在与小姐怎么样？也说是定了真身，定了真身做什么？去问候那张生实际什么？他是夫人将恩当作仇，今叫小生在官道上戏边缘，以后你。小先生，你万不快讲！他是红娘，你先走。你先走，那我有小姐。叫小姐转前落。先生，他一个女儿家，你叫他夜半三更来做什么？来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叫他来做什么。你要是领导是你就完了，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呀？小姐，你乱不快讲！
我堂堂小国父，竟成了这样策划如此之事。请把这金水拉到官府去。老夫人，你要告谁？告长生。这事怨不得长生，也怨那个不是小弟先生，也怨不得小姐。都是你死丫头一生之故。哎呀，老夫人，这都是你家的事，哪里怨得着我红娘啊？哈，那此事倒怨谁嘞？这都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冤我府上查高到官府，府上身上现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怎一夫人啊，当时君为夫就是你曾面对3把身中喜欢事，把马将军身为祭先长长生一个公事，好姻缘等你天配的，因恰是一愿报得回心事。主神啊，查到公定对不是，言而如信，君难知。那儿出夫儿放夫儿，女泪长生在心相思，才是这冤女狂夫两的变。问一故事家不念，你不是这上待到于是能问是谁家的千金换了事，到那时主人终于莲花城，你就何以为大来？岂不是说没了相国的家生？一笑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不可操持。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还要事已到了这个地步，只怕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不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哦。那以你之见你？哎呀，老夫人，红娘跪祭了。小先生快起来讲。不是老夫人。哎呦，老夫人，你红娘之间倒不是杀鸡小姑曾经那事，把小姐许上身，不是我了吗？这丫头一言当头，我心叹，倒叫老身为了难。我才将隐隐许了张君才，他怕一阵雨我家盼。
我才将张生送官去，就怕真的是小个门楣从此散。倒不是全将英许张生，是他国名居万山。红娘，去看小姐出来。是。在越剧界呢，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呀，说这个吕派啊好听，可是不好唱。为什么呢？因为吕派的这些固定的唱腔，在不同的剧种、不同的人物当中的重复率很低，因此有的时候会让人琢磨不定。但是呢，吕云老师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唱腔啊就是人物的语言，不同的人物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唱腔。因此呢，他说他没有刻意去创造过所谓的流派，他也不愿意反复去唱那些容易让人辨识的固定的曲调。因此呢，他还说，如果一定要他改变艺术的初衷的话呢，他宁可让这个流派断子绝孙。发出这样的狠话，说明吕瑞英老师心中的这种追求。我想也正是如此，吕老师能够在自己的声腔艺术上创造一个他人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也是吕瑞英老师的代表作《三夫人》的片段，由孙永清，也就是孙志军，以及方亚芬和许杰等为大家表演。去见杰森，他是灵龟的亲信，来此后意，有此是两相思恨。下官新任大理寺正卿母亲系春见夫人，免礼，宽恕。谢夫人。母亲大人不愿千里而来，有何见教？下官奉行丞相之命，前来向夫人问安。这孩儿来向夫人道喜。我撇此边患何喜之言？塞老王爷的岳飞已被新丞相在风波亭刺死了。闻得岳飞在营昌一转大队进兵，可有此事？有的。
玉芬的岳飞在女人上到家去了当今天子，此事可言？也有点。之前这一座月次这位大败金兵，便要杀到王龙引王而生，这也是有的吗？这个，此次杀来，有元帅是在风不亭配黑了。不！哎呀，夫人呐，那岳飞身犯国法，甚至此事真是得配黑而死啊！何况他是你蔡王府不共戴天的仇人，难道夫人你就放弃了吗？啊！杀父之仇，怎能放得？那岳飞之事，岂不是夫人的大喜？你报的是谁是我蔡家的喜讯？这怕是国家的凶星。哎呀，夫人呐，那岳飞野心勃勃，用兵使众，夺门非礼。12套军法，他这次不理，封为庶民，反才为敬。家臣因闻回秦二弟，这是欲夺大宋江山。这不是信人想，实非心计，只怕这大宋江山早就说他岳飞了。你此番言语有何凭证？应不当知下官亲审，岳飞的亲信王进当堂告发，言有铁真是山的赵公昌。夫人，岳家人们300余口发配云南，听候夫人处置。先生想为何不随临安手将岳家处置，送到云南亦有后悔？临安城中，岳飞党羽甚多，啥是闹出事来，一来惊动圣驾，二来惊人趁虚而生，那3来是娘夫人受人受的情报复仇。这是范谁也的圣旨，还是信人想的君子？这既是信人想的君子，也是范水爷的灭子。是范谁的灭子？夫人，当断不断，反手即乱呐！留下一门何事可道？计算引人京城便到。哎呀，夫人，京城不是老王爷受罪免继承吗？夫人，岳家人们来得真好啊！来呀，送我去大臣客官安息。下官告辞。前公
去设立宋太祖高皇帝之称谓，银安殿上大有效，母亲，命岳千里是上堂。是，岳千里是上堂。岳千里是上堂。岳千里是上堂。五岳龙潭。命可是有千里事，正是今上来此以后话事。妾身为先主岳飞前来领事。你把我在家看得他卑微了。总算是当年王爷被儿不黑，岳飞是当郎亲，总算我3年不家臣，天下臣相他们称之为如其色天两小辈，要分离故心和水和乱成天。我等你不必分什么谁，要啥要看我赢。天你夸我谁？我越讲此心可以对，这月啊高王的神体也无愧。岳飞他辈子没穿白鬃马，自称祖父你去红尘，先父亲中到家中，天下滔滔啊。巧音这边世间巧，天理滔滔难生为，少为了当年武当一将军，我与今呀身在府院也应该死。岳飞本国本军铁证是山，与我拉下去明正殿宇。且慢！救太君莫伤于父神，岳家
门重要，你不要中了他臣的奸计呀！大人，此事与你无关。在。太君啊，你奉我内心，不便中箭，非但无毒，更是偏心偏性。你个领着太君你是虎臣，尽管恼我天堂。太君，我本是营不多官，员外郎，奉命押解与我来。总以为太君你深明大义，谁知你包世臣铸奸臣断了，你怎能面对这太祖臣威？恨你，为什么金牌神儿他不回？为什么封他说你才心传归？为什么不将亲情将他告？为什么按谁传旨将死谁？分明是自分将阴乱，分明是兵权谁传王位？他是自公堂，一阵刺杀，真眼见清晨以为此臣向他三次见到真公堂，也是不该。父上皇爷生世间啊，岳家人同心为救15年，官夫人是为国仇因家恨，心为他人，心为他人领成金线，自古来众人不信成前事，难地方见你
必有当真的。太君啊！悠悠率先应付大当，生生世世背着正在打仗，仗仗剑剑，青年素剑呐！将。将也只能死剑掉，应付大仗用的是匹马们不必靠。不会匹马们不必靠，匹马们不必靠吗？类似这样踏无监棍的比较，叫人万层的悲伤。对的，比较若然鲜血淋漓，再加马步一片，否则万人的苍口之上。等啊，比较狼丘，马步与万人的兵要交缠一起，就将这马步我深深地咽不下来。可怜有元帅他死去万文，可他终无一死。先父精忠报国，夫人不幸，请宽恕一姐妹分托应，我心惊胆战。
牺牲，曹魏公一家作证。我是郎兄一户心肠多恨，一场场一件件，因为托起托亲心，托亲心。恨不能长儿去，世间之下母亲，亲娘教训，自从能给事好听，自分平生心地正，独自为新业事成，先黑忠诚，叫一裳儿女面前跪地陪回娘，相夫人亲在父亲，这辈我与不敬，与儿父恨，枉为群君归不疼。从今日两家兄弟当面恨，他的当真花城为妻。唐金英从前破家亲，到江山欢喜要养一同心，这人间好万有事里面
粤剧艺术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10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粤剧艺术家为粤剧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和耕耘。我们的粤剧还将走向下一个100年。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举办吕瑞英老师的专场演出，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流派的发展成熟的轨迹的展示，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粤剧发展的一种方向，也是对中国戏曲，特别是粤剧发展可以起到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粤剧艺术，祝愿我们的吕派艺术能够代代相传。现在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参加今天晚上演出的所有的演员们，再次和大家见面。同时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些，我们欢迎吕瑞英老师登台和大家见面。今天大家看到吕仁老师，一定会想起他刚刚踏入这个粤剧事业的一段小故事，那就是当年范瑞娟老师在舞台上看到这样一个脆生生的旦角演员，非常的欣喜，把他招入了团中。我想经过了几十年的粤剧的耕耘，今天举办这样一个专场，看到这么多的学生在展示吕派艺术，吕老师一定是感慨万千。现在我们就欢迎吕老师为大家说几句。曹老师要我说，我一定说，因为曹老师他为了这个专场，把自己出国的任务给延迟了，我心里实在是感谢曹老师。我想经过这个专场，在这个专场的工作过程中间呢，我心里边有很多感谢和感激。首先，我感谢我们东方艺术中心给了我们今天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也感谢我们院的领导和我们上级主管领导给我的支持。特别我要感谢我们这个专场的团队，应该说他们为这个专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现在是在很忙的时间，而且也是工作上面错综复杂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都一一把它克服过来了。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导演，他这些日子很长的一段日子为这一个专场他是费了很多心血，所以我现在要想把那个许军老师请出来。我补充一句，大家知道徐军曾经是非常优秀的沪剧表演艺术家，他现在已经是导演了啊，他也成功的指导了粤剧的《玉清嫂》。这次呢，也是应吕老师之邀，特别来担任今天这个专场的演出。而且大家或许不知道，他们在20年前曾经在一部粤剧的电视连续剧当中呢，《江南情》当中是扮演母子。对，所以我非常感谢。除了感谢，我还是感激，因为感激过去所有帮助过的、提议过我的所有我们团里边的合作者、领导，跟我们的比我年轻的那些弟弟妹妹，我现在在这里，我只有感激。好，再次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专场演出，谢谢吕云老师。
大家知道吕老师这个吕字非常好，两个口，我们的吕派艺术可以口口相传，代代相传。